好开始之前才是说得不错一块钱质量，我就把这个你这个是吗？不是，我这个是个20多号子的，20多的。我感觉70年让个个是，弄起了人家爸爸人家让家这默起来打着。15年嘛。15年之年来不是人家2个是干不的，这个名字是咋吃的那个家头是，你个就这里不是这个丫头是来。哦，文书子来的。丫头，你个就不知道这在不走人家家里，这个么是只看着这个。就是这样不知道这。这是这里关注的，这他们爸爸妈妈。大家嘛，因为给了我多的打给了嘛这个。我不知道，我来的不就打给了。对不起，好嘛，这东西啊。还有这个发达是你们早知道发达还啥酒的啊？发达哈，拉瓦酒的哦，发达也酒庄，发达的，人家你们的海米的发达呗，我们的当面的拉瓦呗，拉瓦啊，你们就是个拉瓦酒庄，啊，你平开吃海米的方里吃着，这个那这么贵的。对啊，要么说那对这一茬咱了牛了，都是。一个地震啊，一个家家一个出去搞娃娃平时发起的，大人的发起的，18岁多还在发起的，一个阿里的一个起的，满大街去起了。不起的人家呢，你小孩子阿里的觉得不起的不办法没办呐，一个样子还是这不吃说可不成片的。好嘞。那种，那也发达是20岁就发达当牛嘛？几岁上发达当牛？我得给那一年得给他。第14年去了。4年。4年是发达。14年。现在多少年？这他吃的60。到66。66了，这50岁上发了当牛。以前不是嘛？以前年轻。可能这发了，可能原来我们的这个老家的发了一点呗。发了根子呗。根子发了是了。他没有了呗。以前发了是嘛是？没有的这。人家们老大的这一块的我人家那个破摊子那个大的了，没事个人家发的吃呗，发的吃的县人们发了是了，县人们发了是个二老爷还顶得着嘛，二老爷就发了是了，二老爷就发了是呗，二老爷就发了是呗，这次还来是这二老爷就发了是了，以前县人们发了就是个签字这个差着。签字人家这么贵的，签字没差着吧？这个差签字。弟弟喊你老王去那里签字吃差进来这个是呢？签字你跟人像我本呐？这个说着说。个人说这边呐。跟人家人跟前的这个上这边呐。两个差。两个打这边呐。我们这原来人家7000打的啦。7000啥？7000这个多少一个2个打。一个一个啦，3个，一个2个一个啦，这个采访这边的现在我之前马上嘛，这个2个的打的谁打的？那也前打是前是日光二老爷就是的嘛？是的，日光二老爷还打给着。那也发了的时候，发了当的时候。以前发了到以前啥感觉是的？啥感觉有的？贵的，听那么贵了。就他娃当起了打个，俺那感觉啥感觉那个啥子的？你这人家那有包哈这边呢？以前还在那个村子啥村子？那有包哈这边。发了当以前这个平台期了。那容易到他这边的，我的人家现在这个钱没钱的，人家原来钱也没钱的呗，原来伢俺们就是那个可能那个大孩子们没事，俺们的是不知道呗我。这发了吃下来是啥也不知道嘛。
这个发了没有？你发了抽的是钱啊，你说我这了，以前啊，你看我们给有的新的，以前一样嘛，我们这种人一样嘛。你妈叫老王陪去那这才那叫这那个他。你啥没有？啥没有？我这现在是不知道个。你们那个还啥就这个古代还那个打出来就是他打出来不知道。发了短这钱比还真没有。没有。对，主要是这。有专门这么的就我那现在那里那就是那有那还是把路一给打人，就各种还是吃了别的他知道现在。他把这个各种不知道呗呢。只是你签字这么的出的时候，签字上家不知道，签字还也不见呗。不见了。我跟家人那的签字了，给精英办一家，好了。精英办一家。那个希腊真的精英办一家，跟那个西边那就日本东东的给来的了过。好了。你脏话了为啥？用不上嘛。他这种给盯着我。直接就好了。如果你可能方言，对公式，还是把你家了，要么就家了你过。Can you give me the record for a second?